尊敬嘅各位法師、各位大德同修，大家好。我哋繼續嚟學習正宗根本戒。上一次呢，我哋講咗個前言，我哋選用無量壽經啊，呢個係正宗第一經啊，裏邊嘅一品經文就係第35品俗世樂苦第35。呢一品經文篇幅好長，為我哋講述五戒可以講係正宗根本戒一個最好嘅教材。咁我哋上一次咧只係講咗個開頭俗世樂苦第35。咁我哋咧再重複講一講可以講得更詳細一啲。我哋用黃念祖老居士嘅無量壽經大經解我哋師父老人家咧，亦都為呢本經做咗一個科判。科判就係分開大小段落。咁我哋咧合起身咧就係用科注黃念祖老居士嘅解，加上師父嘅科判。咁我哋呢一品咧師父分為5個段落。咁我哋睇黃念祖老居士嘅大經解，佢話此品講明俗世樂苦，樂者五惡，苦者五痛五燒，勸令捨惡行善，離苦得樂。我哋呢個世間叫做五濁惡世。濁就係污染嘅意思。依家我哋都有好深嘅感觸。呢個社會，呢個地球，無論係環境定或係人心，都有嚴重嘅污染。環境嘅污染，我哋有目共睹，科學家已經警告我哋。如果我哋再唔知道要保護地球嘅話，呢個地球50年之後就唔適合人類居住。嚴重到呢個程度。釋迦牟尼佛3000年前所講嘅。話作惡世間濁惡世間我哋睇到依家嘅現狀不能不承認。咁人心嘅污染更加嚴重，亦都可以講話係史無前例呢度講嘅惡者五惡，五惡就係講嘅殺生、偷盜、邪淫、妄語、飲酒。依家嘅人，大部分人都喺度作呢個惡做善嘅好少。
所以惡嘅呢個因必然呢就感得苦嘅果，所以苦就係講五痛五燒。我哋希望要離苦得樂，就唯有斷惡修善。因為苦係從惡嚟嘅，樂係從善得嚟嘅。黃念祖老居士佢引用淨影疏同我哋顯示講出嚟。淨影疏咧係隋朝淨影寺嘅沙門慧遠佢寫嘅。呢位慧遠法師咧唔係淨土宗嘅初祖慧遠大師嗰位慧遠大師係東晉時代。呢度嘅慧遠咧，我哋後人稱為小慧遠。佢係隋朝時候嘅人，因為佢住喺淨影寺咁後人咧為咗對佢嘅尊重唔稱呼佢嘅法號，直接稱呼嘅佢嘅寺院嘅名叫淨影疏疏就係注解。咁呢部疏嘅本名咧就係無量壽經義疏。淨影疏講五戒所防殺盜邪淫妄語飲酒，是其五惡。造此五惡，於現世中枉發自罪，身遭惡難厄難，名為五痛。以此五惡，於未來世三途十步，說為五燒。所以從呢度睇到咧，五惡就係五戒所防範嘅。呢個防就防範預防預防咩咧？殺生、偷盜、邪淫、妄語、飲酒。經常叫我哋捨五惡，把呢個惡行、惡念捨去，咁先能夠離苦得樂。如果做作呢個五惡，現世嘅報應叫做五痛。來世嘅叫做五燒。所以五惡者惡因也。呢個係因，有因必定有果，果佢有兩種，一個係花報，一個係果報。所以五痛者花報也。呢個係講現世嘅報應。五燒咧係來世嘅果報。五燒係指地獄點解會墮地獄咧？因為做作咗地獄業。呢個果報三途地獄。咁現世嘅報應呢度講話枉發自罪，違反咗國家嘅法例，就會遭到懲罰或者要坐監，甚至可能會被槍斃身遭厄難呢啲種種嘅磨難種種嘅災難，根本原因就係因為作惡咁有啲係唔一定枉發自罪
可能係遇到冤家佢嚟報復，因為我哋傷害人哋，人哋就會報復或者係咧業障好重，自己得到咗重病痛苦不堪，呢啲都叫做唔同咁現世嘅報唔好啦，來世嘅報就可想而知啦。未來世就係三途受報，三途係地獄、餓鬼、畜生。感應篇呢本書道家嘅講因果嘅教材非常之好但係咧佢講呢個因果報應只有講到五惡五痛講到現世報，來世嘅報佢就冇講所以無量壽經呢個第35品更加圓滿，唔單止講現世報仲講埋來世報所以我哋應該將呢一品經作為每日嘅功課，做成功課格，每日對照，每日檢點，改過自新。下邊又講到又加長疏，加長係邊位呢？係指唐朝嘅加長子嘅吉藏大師，又係用佢嘅寺廟嘅名嚟命名。加長佢所作嘅又係無量壽經嘅二疏呢本注解同埋小慧遠嘅注解嘅名嗰個命題係一樣嘅都叫做無量壽經二疏所以咧世人稱為加長疏，有別於淨影疏。加長疏釋五惡曰，解釋五惡咧，話何故但明此五咧？點解單提出呢個五惡嚟講咧？由世人喜做故偏將因為世間人都好喜歡做呢個五惡所以特別要提出嚟講要詳細咁講，提醒大家唔可以去犯。咁點解世間人喜歡做呢個五惡呢？原因兩個字，失教。從前呢，人從細就接受倫理道德嘅教育，因果嘅教育所以雖然人都有惡習氣但係都比較收斂一啲唔會太出軌唔會太離譜，有個底線所以社會個秩序都維持得比較好啲。依家咧呢啲傳統嘅聖賢教育唔再講求，所以底線都冇埋依家人做出格嘅事情，離譜嘅事情，我哋甚至想象唔出嚟。人只相信科學追求享受，追求名利，競爭，自私自利，所以為所欲為，唔相信倫理道德，唔相信因果，話倫理道德而家過時啦話因果報應係迷信
所以啊，窮兇極惡啊！感應嘅就係大嘅災難啊！我哋睇下依家人就殺到人亡，條條都做到啊離晒譜啊！啊，你話殺生，依家話殺生唔會話咁犀利啊！你好好諗一諗，第一個殺人，世界衛生組織統計嘅數字，每一年墮胎嘅人數5000萬，幾可怕！5000萬有幾大嘅數字咧？人類啊歷史上最殘酷嘅戰爭，第二次世界大戰所殺嘅人數，總共4年多啊，夾埋一齊就係5000萬。依家我哋人類一年墮胎嘅數目，殺害嘅嬰兒、胎兒就係5000萬。胎兒都係人啊！佢唔希望俾人哋殺死啊！而且殺害嘅手段都係好殘酷嘅啊！要知道殺害嘅係自己嘅兒女啊，唔係敵人啊！而依家啲人就係為咗自己欲望嘅滿足，為咗自己嘅方便，為咗自己嘅利益，根本唔考慮後果啊！所以邪淫、殺生、淫殺呢兩個罪孽，超過從前歷史上任何嘅時代。依家殺生嘅呢個量，我哋唔計殺人啦，就係殺動物。人為咗自己嘅口欲啊，殺害生命，一年有幾多生命呢？啊，我睇到一個數字，講嘅係一年殺害嘅係580億個生命，呢個不得了啊！啊！你諗下呢啲眾生嗰啲怨氣累積起來，有冇可能話唔產生災難呢？啊！所以依家嘅人所做嘅罪業，天地都震怒啊！所以地震、海嘯、風災等等呢啲災難，一個接住一個，越嚟越頻繁，越嚟越嚴重，都係提醒世人啊！要使到人回頭，最好嘅教育就係靠因果教育，知道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佢就唔敢做罪業啦。而講因果，必須要講到三世因果啊，因為只睇現世嘅因果，未必睇得出嚟啊。所以好多人咧，佢批評話因果係無稽之談。點解咧？明明睇到有啲人作惡多端，但係咧好有福報啊！有啲人咧好善良，但係咧俾人欺負啊，冇福報，所以佢就話：善有善報，惡有惡報啊，係假嘅。呢個係咩？只睇到現世啊，短短嘅一段生命呢個時期睇唔出嚟。一定要從三世嚟睇啊！睇前世，睇後世。呢個人點解佢有福報啊？佢前世行善積德，
所以呢一世有福報。呢一世嘅福報好大，雖然佢作惡，佢迷咗啦，佢作惡，但係福報仲未享完。等佢享完咗之後，來世嘅報應啊，必定係三途惡道。咁反過嚟咧，呢個人好善良，但係過去生中啊，佢冇布施佢冇行善，因此呢一世冇福報。但係呢一世好好行善咧，呢一世嘅罪業消除啦，來世就好啦。所以一定要講到三世因果。呢個唯有佛家講得最徹底。而三世因果係咪真嘅咧？好多人就唔相信有輪迴。但係我哋睇到依家西方嘅科學家、心理學家、醫學家，佢哋已經用大量嘅事實證明有因果輪迴。人唔係話死咗之後就冇噶啦，人死咗之後靈魂冇死繼續輪迴受報我以前講話係6年前啦，我仲喺昆士蘭大學教書嗰陣，曾經咧喺全世界各地巡迴去演講一個專題，因果輪迴嘅科學性證明。我講呢個專題只要有人請我講，我就講。去過大學講，亦都去過監獄講。喺大城市裏邊，大會堂裏面講，亦都喺農村嗰度對老百姓講。最後一場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嘅總部，巴黎總部嚟講，講咗50場以上。我呢個專題裏邊咧，主要係匯集西方呢啲科學家對於因果輪迴嘅研究核實呢啲結果，好有說服力呢啲科學家確實嚟講，佢用事實嚟說明，唔由得你唔信。其中有一種研究嘅方向係瀕死體驗嘅研究。瀕死體驗係講咩咧？一個人死之前，佢咧靈魂會出嚟身體，靈魂出竅，喺外邊睇到各種嘅現象。醫生幫我搶救翻嚟之後咧，佢回魂啦，然後同醫生講自己頭先睇見乜嘢，遇到啲咩遭遇。呢一種情況係好多。據統計大概35%嘅人都會有呢一種靈魂出竅嘅體驗。10個裏邊3個人可以有呢種體驗。尤其是喺臨終嘅時候。咁喺1959年，呢個係50年前啦，呢個研究就開始啦。美國精神研究會嘅專家卡里斯奧西斯博士，佢就通過分析幾百份病人死亡過程體驗嘅呢種調查問卷。經過研究之後，1972年佢發表一個科研報告，叫做《死亡時刻》at the hour of death。佢個報告裏邊咧總結出嚟，佢話多數嘅病人臨終前進入一種糊塗、健忘、
甚至無意識嘅狀態，但仍然存在着有堅持到最後的意識清醒者。他們說見到了來世，並能在臨終前報告他們的經歷。譬如，他們見到了已故的親屬和朋友的幽靈，見到了宗教和神話中的人物，見到了靈光美麗的非塵世環境。呢啲體驗好有影響力，帶俾佢哋祥和、寧靜、安逸和宗教情感。證明確實啦，人有靈魂啦，唔係話死咗之後就冇噶啦。咁另一位教授係美國內華達大學嘅教授，叫做 Raymond Moody 雷蒙穆迪博士。佢喺1972年至1974年2年間咧，研究咗150例呢啲瀕死體驗嘅實例，發表咗一篇著作，叫做《生命之後嘅生命》（Life After Life）。佢歸納話瀕死體驗咧，一般嘅過程大概係咁樣。呢個係佢總結出嚟。話一個人正在死去嘅人，當肉體痛苦到極點嘅時候咧，聽到醫生宣告自己死亡。佢最初仲聽見啲噪音，響鈴嘅聲音，同時感到自己好快咁通過一條黑暗嘅隧道，然後咧忽然發現自己離開咗身體。佢喺遠處睇住自己嘅身體，好似一個旁觀者一樣。過咗一陣咧，佢鎮定落嚟啦。慢慢就習慣咗呢一種奇怪嘅感覺，以前未試過嘅。出嚟咗身體，佢注意到自己仲有另外一個身體。同以前嘅嗰種肉體嘅性質係完全唔同嘅。接住咧，佢就見到已經過去嘅親友嘅幽靈，而且仲見到從來未見過嘅嗰種親切熱情嘅神靈。呢種神靈係閃光嘅生命。咁呢啲神靈咧，往往用非語言嘅方式，我哋話心電感應問佢一個問題，讓佢自己評價自己嘅一生，同時咧喺信息之間好快脆將佢嘅一生主要嘅事件展示俾佢睇。所以古人有講舉頭三尺有神明又講到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為。我哋一舉一動，甚至係起心動念神明都記錄落嚟都知道你睇下，到我哋臨命終嘅時候，見到神靈宗教裏邊講話審判其實係咩咧？我哋自己一生做咗個善惡業，好似過電影一樣展示喺我哋嘅眼前。我哋根據呢種業去受生所以唔係話神明喺度主宰我哋嘅投胎去輪迴，唔係，我哋自己嘅業力決定。神明係咩咧？等於係幫我哋睇到自己要我哋自己咧心服口服。咁呢個 Moody 博士咧，佢就繼續描述啦。佢話咁之後佢就發現自己正在靠近某一種障礙或者係邊界。呢一種邊界係代表今生同來世嘅界限，但係咧佢已經
對呢種死後嘅經歷同埋感受發生咗興趣啊，佢唔想返回人間啊，但係佢又發覺自己必須要返到人間，因為死亡嘅時刻尚未到來，即係佢壽命未盡啊，壽命未盡，你想走都走唔甩，仲係要返嚟啊，所以最後咧仲係同自己嘅肉體重新結合，咁就復活過嚟啦。啊，咁呢種人往往都係比較善良嘅，比較清淨啊，所以咧佢見到嘅呢啲狀況啊，都比較美好啊，見到神靈啊，見到一種美麗嘅環境啊，有啲似天堂一樣啊。天堂有好多種嘅境界啊，佛教裏邊講天有28層天。嗱，其實每一層嘅咧都有唔同。咁當然有啲人咧，佢嘅瀕死體驗啊係非常可怕啊！呢種人咩咧？都係平時作惡啊，所以現出呢啲惡報啊。喺一本書叫做《天堂印象：100個死後生還者的口述故事》呢本書裏邊就記載住一個德國嘅警察啊，呢個警察局長嚟嘅啊，佢有一次瀕死體驗，就睇到自己啊被好多嗰啲醜陋嘅幽魂包圍住啊，呢啲幽魂啊都想擘大嘅血盆大口要撲上嚟咬佢。啊，非常可怕啊！咁呢個警察局長咧，啊，佢係為人咧冷漠、兇殘、粗暴，啊，肯定係做咗好多殘害人、殘害眾生嘅人呢啲事情。所以咧，臨終嘅時候，我哋話冤親債主嚟啊，搵佢麻煩。嗱，咁呢啲醫學界所發現嘅瀕死體驗嘅現象，同佛法裏邊講嘅係好相似啊！你睇下《地藏菩薩本願經》裏邊就講到啦，或閻浮提行善之人，臨命終時亦有8000惡道鬼神，或變作父母乃至諸眷屬引接亡人，令落惡道，何況本作惡者啊！所以地藏經裏面講到啊，閻浮提啊，就係我哋呢個地球上嘅人，即使你行善嘅人，臨命終嘅時候都會有嗰啲冤親債主嚟揾你啊！呢啲係惡道鬼神，有幾多啊？8000啊，成千上萬，呢啲都係前世所得罪嘅，所殺害傷害嘅呢啲眾生，佢哋嚟報復。佢哋點樣報復啊？當然佢哋唔會現出嗰啲妖魔鬼怪嘅兇惡嘅嗰啲相啊，因為點解咧？你就唔跟佢走啦，佢一定要勾引你啊，所以佢變成父母乃至眷屬啊，你喜歡嘅人啊，佢引接亡人，令落惡道，把你騙到嗰個惡道裏邊，然後就開始報復啊，所以行善之人都尚且會遇到呢啲情況，更何況本作惡者？平時作惡多端啊，臨終嘅時候一定墮惡道啊！咁如何能夠解脫咧？地藏經裏面就教導我哋要念佛啊！經文上講啊，臨命終時啊，你能夠念佛菩薩及辟支佛名啊，你為人助念
呢句佛號佢講到即係念出嚟，能夠打入臨終人嘅意識歷臨終人耳根或聞在本識，佢只要聽到就得啦。是諸眾生所造惡業計其感果，必墮惡趣。原是眷屬為臨終人修此聖因如是眾惡皆悉皆消滅。所以佢只要聽得到呢句佛號，甚至係菩薩呢個名號乃至辟支佛名都可以。辟支佛名叫做緣覺三寶嘅名稱臨終嘅人聽得到，就能夠同佢消業障所以眾惡無論佢做幾多惡業，聽見佛名悉皆消滅。所以一句佛號功德無量，不可思議功德所以為人臨終助念非常緊要你能夠同佢念佛，只要佢能夠聽到入耳，即使佢不能往生極樂世界，至少佢能夠做到不墮三惡道，呢個有保證但係一定要佢聽得入耳，聽唔入去就唔得啦譬如講佢如果係臨終嘅時糊裡糊塗，甚至不省人事依家有啲係老人痴呆症甚至變成植物人，咁佢聽唔到啦，聽唔到咁就冇辦法啦。佢要聞在本識咁聽唔到有冇辦法救咧？仲係有辦法，自性感通。助念嘅人要發大心，發喺大慈悲心，為呢個臨終嘅人念佛念經，做功德回向做功德包括印經啦、放生啦、發大願啦護持正法，可以感通佛菩薩加持咁佢嘅業障就能夠得到消除。業障消除咗之後，佢就能夠清醒過嚟一清醒嘅時候，你就同佢念佛你勸導佢求生極樂世界，佢呢個時候就可以嘅。只要佢接受，佢相信，佢願意發願去極樂世界，佢就能夠往生臨終一念十念就能夠見佛，一見到佛啦就冇問題啦佛光加持，幫佢消業障佢就往生到啦所以咧呢啲瀕死體驗嘅研究為我哋做呢個證明人一定係有靈魂，靈魂就會去輪迴好似呢啲咁嘅醫學家非常之多美國有一位著名嘅死亡問題專家、心理醫生叫伊麗莎白居伯樂羅斯博士，佢有2萬幾個呢種案例，證明人係有靈魂靈魂出體嘅現象咁釋迦牟尼佛當時就講六道輪迴被依家嘅科學界慢慢證實依家科學界所用嘅方法係調查、研究、推理邏輯推理，但釋迦牟尼佛佢點樣證明出嚟嘅？佢自己喺定中睇到
唔單止釋迦牟尼佛睇到啊，其實當時印度嘅嗰啲宗教裏邊啲修行人啊，佢哋都睇得到啊。所以六道輪迴嘅說法啦，唔係佛講出嚟啊，婆羅門教喺之前好早就講出嚟。所有嘅呢啲印度嘅修行人，佢哋都修啊四禪八定啊，連釋迦牟尼佛在世都要求僧團裏邊嘅每一個弟子要修禪定啊，呢個係必修課啊。喺禪定裏邊能夠突破時空嘅界限，睇到另一個維持空間裏面嘅狀況啊，所以修行人上可以睇到非想非非想處天，下甚至可以睇到無間地獄啊。因此佢哋啊知道有六道輪迴啊，唯獨是係咩咧？佢唔知道點樣去解脫，點樣去出嚟啊？所以感得啊，釋迦牟尼佛嚟呢個世間啦，為大家啊演說啊解脫之道啊。咁呢度講嘅係啊，世間人啊喜歡做誤惡啊，就係不明因果啊，一定要啊大力咁弘揚啊因果教育啊，先可能使到人心回頭啊。清朝嘅周安時先生講過：人人知因果啊，天下大治之道也；人人不知因果咧，天下大亂之道也。咁我哋嚟睇經文，經文咧係咁講嘅：佛告彌勒，汝等能於此世端心正義，不為眾惡，甚為大德。呢個經文係屬於第一段啊。第一段咧係讚無惡成德啊，佛讚歎啊彌勒菩薩為代表嘅呢一批啊修行人，呢啲修行人都係菩薩師啊。佛講話：你哋汝等就係你哋，能夠喺呢一個世間裏邊端心正義啊，不為眾惡啊，實在係不容易啊，甚為大德啊！你哋真係大德。點解啊？因為呢個世間啊係作惡嘅世間，你能夠不受污染，出污泥而不染啊！呢度講嘅端心正義，端心係指咩咧？黃念祖老居士嘅解釋係指正心誠意，善護己念，遠離三毒，不思邪惡啊！呢個講得非常好啊！正心誠意，儒家禮記大學呢篇文章裏邊講到咗啊，所謂嘅三綱八目啊，朱熹朱夫子啊，佢劃分出嚟啊，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呢個三綱啊。八目咧係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咁其實咧，蕅益大師佢有注解啊。大學我哋之前曾經講過
話三光八目係一唔係二啊，唔係多啊，佢係一體啊，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啊。咁呢度講嘅正心誠意要從邊度做起咧？必須係格物致知啊！你嘅心要正，你嘅意念要真誠，從格物致知做起。咩叫格物啊？物就係物欲、欲望，格係格除啊，格鬥啊，同自己嘅欲望格鬥，放下欲望。至少我哋要降低欲望啊！儒家話欲不可長啊，不可縱啊，不能夠縱欲啊！將欲望降低咗之後，你先能夠自知。自知就係致良知啊！良知係智慧啊！待人處事接物，要用智慧，就係理智，唔可以用感情。咁樣我哋嘅意先能夠誠，心先能夠正。啊，善護己念，自己嘅念頭要護住啊！啊，如果有貪嗔癡慢疑呢啲念頭啊，有自私自利呢啲念頭，要將佢捨棄啊！咁就叫善護己念，自己嘅念頭護好啦，你自然能夠喺行為上唔會作惡啊！所以遠離三毒，不思邪惡。三毒就係貪嗔癡啊，邪惡代表一切嘅呢啲惡行邪念，離開呢啲惡嘅就係善啦，因為人之初性本善，咁就自然端心正義，心本來正啊，因為作惡，因為思想有邪惡啊，有呢個三毒煩惱，所以變得不正啊，所以要正過嚟去除嗰啲三毒邪惡，咁你自己就唔會有災難啊！你自己冇災難啦，你咧外邊嘅環境都唔會有災難。舊年呢個係講前年啦，前年8月份，2010年8月份，師父上人叫我咧同淨宗學院嘅幾位同修一齊參加澳洲悉尼舉辦嘅一個科學家嘅研討會。喺呢個會議上面公開咁討論2012年瑪雅災難嘅預言談到點樣去應對。今年就係2012年啦。瑪雅預言話2012年12月21號係世界文明嘅終結日，世界末日啦。係咪真嘅咧？有啲人相信，有啲人唔相信。相信嘅人咧，舉出好多種科學嘅呢啲說法，說明有咩可能性。其中有一種可能性係講同太陽嘅黑子運動有關。太陽黑子運動大概11年係一個周期。每一次活躍爆發嘅時候，就會有產生太陽風暴。
吹到地球上。呢種太陽風暴就會影響到地球嘅電磁波、磁場所以直接影響人類嘅通訊系統。咁明年今年2012年呢種太陽風暴預期會非常厲害。如果係往年嘅呢啲太陽風暴咧，通常係呢個大概30分鐘到半個鐘頭到吹到地球上。呢個兩三日就吹到地球上。但係呢一次有可能好劇烈，半個鐘頭就會吹到嚟地球上。咁呢個力量好強對於地球嘅磁場破壞就好犀利。如果係將通訊系統都摧毀咗，咁我哋所有嘅呢啲資訊系統就用唔到啦。飛機又飛唔到啦，輪船唔可以出海啦，因為點解咧？都係靠呢個導航設備。甚至指南針都唔準啦。你用過去嘅指南針，佢嘅磁場都受到干擾。呢個好麻煩。嚴重嘅有可能會引起火山爆發、地震、海嘯等等。日本嘅政府佢哋都已經發出公告。佢哋預測到今年上半年好可能會有大地震。福島附近可能會引起9級以上嘅地震。大概海嘯有20米高。東京羽田機場預計海嘯有10米咁高。所以佢哋而家正喺度做緊避難訓練。咁我哋問啦，呢啲災難嘅根源喺邊度？根源就係呢度講嘅三毒邪惡。貪嗔痴慢疑。貪嗔痴三毒，再加兩毒，一個傲慢，一個懷疑。叫做五毒。五毒就感應5種自然災害。楞嚴經常講嘅，貪心感應水災，瞋恚心感應嘅火災。包括火山爆發、全球氣候嘅變暖，地球上呢個氣溫上升。愚癡感應嘅風災，傲慢不平感應嘅地震。懷疑咧感應係地質疏鬆。好似近年我哋睇到有泥石流，山體嘅滑坡，地陷山移，呢啲都係因為懷疑煩惱感應得嚟。所以如何能夠消除呢啲災難呢？美國嘅科學家布萊登博士，佢就講到話地球上嘅居民如果能夠棄惡揚善，改邪歸正，端正心念，咁呢個災難就可以化解，而且能夠將地球帶向更好嘅走向。咁佢講到嘅棄惡揚善、改邪歸正、端正心念，就喺呢度講嘅端心正義，不為眾惡。呢個係化解災難嘅
途徑啊、方法啊，所以唔單止自己要護好自己嘅念頭啊，仲要積極咁去教導別人啊，亦都能夠端心正義，自利利他，知道度他。下邊黃念祖嘅注解有講到，呢個有義直師曰，呢位法師講到，直趨菩提名端心，不求如是名正義。呢一種講法嘅意思就更深。前面儒家禮記大學裏邊所講嘅誠意正心，仲係喺呢個世間法咁義直佢所講嘅說法咧，就係將呢個世間法提升到大乘佛法佢話為趨菩提唯有講到菩提先叫做端心所以將呢種誠意正心嘅正心解釋為菩提心直趨菩提，就係發大菩提心不退轉。發咗菩提心嘅人就係大菩薩、大乘菩薩咁乜嘢係菩提心呢？經裏邊有多種說法我哋師父總結出嚟嘅非常之簡單明了便於我哋嘅理解。佢解釋菩提心用咗10個字：真誠、清淨、平等、正覺、慈悲。呢個就係真正嘅菩提心端心嘅標準所以如何能夠保持我哋嘅心能夠清淨能夠真誠、清淨、平等、正覺、慈悲呢？喺淨宗法門裏面我哋就用一心一意求生西方極樂世界，專念阿彌陀佛，用呢個嚟端心奧益大師講話，一心一意求生淨土呢種心就係無上菩提心點解因為往生極樂世界係為咗成佛去嘅我就係為咗去成佛，所以往生極樂世界你有呢個心，咁咪就係無上菩提心咯。能唔能夠成佛咧？一定能嘅。點解佛喺經上講，一切眾生本來是佛。我哋本來就係佛啦，依家我哋要想做佛，當然做得出嚟啦。所以首先自己有信心對自己有信心，對阿彌陀佛有信心，對呢個法門有信心，邊有唔成就嘅道理嚟？所以呢度講為求菩提為趨菩提是稱端心你唔係求無上菩提嘅，都唔叫做端心。甚至係你想做一個菩薩唔想做佛，做一個阿羅漢，呢啲
都唔叫斷心。只有一個念頭，我呢一生要成佛。不求人天福報，不求四聖界嘅果報。咁正義咧，呢度講嘅係不求餘事，除咗往生極樂世界呢件事，我哋要求，其他乜嘢事都唔求。身心世界一切放下，無所求啦，你嘅心就安啦，你嘅意就靜。所以黃念祖解釋如無所求方明正義。你仲有一絲毫嘅求，唔係求生極樂世界，咁你就係未有正義。所以能夠端正自己嘅身心，自然咧就可以不為眾惡啦。身就唔會去做殺盜淫，口唔會做惡語妄語兩舌綺語，意地唔會起貪嗔癡。所以呢啲眾惡都消除啦。咁樣你自己就消災免難啦。你自己消災免難，就可以幫助眾生消災免難啦。呢種人甚為大德大德者，德之至也。咩叫大德佢嘅道德到咗至高無上。點解？佢要去成佛啦。所以一個人你見到佢老實念佛萬緣都放下，你唔好睇小佢。佢係大德，佢係至高無上嘅大德。點解？佢冇幾耐，佢就要去往生極樂世界成佛。咁仲得了？所以念佛嘅人好多點解往生嘅人咁少？原因喺邊度？仲係我哋冇真修真幹我哋自己檢查下自己嘅行為，仲有冇殺盜淫妄酒？仲做唔做呢啲事情？我哋嘅起心動念，仲會唔會有貪嗔痴慢疑？我哋嘅情緒會唔會有怨恨、惱、怒、煩呢啲發作？仲有呢啲嘢夾雜，就唔係真修行啦。咁呢啲惡行惡念破壞咗我哋嘅正念所以念佛得個口念冇用，心唔相應。清朝嘅慈雲灌頂法師喺《大勢至菩薩圓通章》嘅注疏裏邊佢講到念佛人有100種果報。第一種係墮地獄，警醒我哋念佛人點解會墮地獄因為口雖然念佛心地不善，心仲係同殺盜淫妄相應，同貪嗔癡慢相應。所以我哋要自己好好諗一諗我哋嘅行為係點樣嘅？我哋嘅心係點樣嘅？將來會有咩果報？所以我哋學呢個正宗根本解非常重要佢係幫助你往生嘅助緣係保證古人提倡持戒念佛，
如果你戒唔好好咁持仲喺度作惡，你念佛係唔可能往生。點解咧？因為極樂世界啲人通通嘅係諸上善人聚會一處。我哋如果唔係諸上善人，冇呢個資格去阿彌陀佛慈悲，雖然想接你西方極樂世界大眾佢唔肯怕你嚟污染咗極樂世界所以自己一定要斷惡修善。即使係一個人一生做惡，但係臨終嗰時悔改、懺悔往生，好似阿闍世王一樣，阿闍世王，佢係做咗五惡呢個五逆十惡殺自己嘅父親，害自己嘅母親，連同提婆達多去害佛出佛身血破和合僧，殺阿羅漢。臨終嘅時候，地獄熱業現前，佢懺悔啦，知道自己錯懺悔之後，佛就勸佢求生極樂世界。結果咧，佢往生極樂世界，品位係上品中生，品位好高點解咧？因為佢喺臨終嘅時候徹底斷惡修善，佢就已經將戒持好啦。佢係靠懺悔除業。只係佢壽命到咗啦，佢冇真正話攞行為嚟證明佢改咗，但係佢個心已經改咗。所以念佛就同佛相應所以我哋一定要重視戒律。下邊一段嘅經文咧，呢個課題係精釋所言。佛用一個設問，自問自答，講出呢一品經嘅內容。我哋睇經文。所以者何？十方世界善多惡少，亦可開化。唯此五惡世間最為劇苦。佛喺前面講，汝等能於此世端心正義不為眾惡，甚為大德。下邊就問啦，點解咧？點解咁講咧？所以者何佢講到十方諸佛世界都係善多惡少唯有我哋呢個世界唔同，其他世界亦可開化，就係好容易教化，開示化係教化唯獨是我哋呢個娑婆世界嘅眾生，佢哋係叫做五惡世間善少惡多，最為劇苦因為惡多所以就特別苦咁唔好講話十方世界，我哋睇唔到嘛。我就攞我哋自己人類嘅歷史嚟相比唔使攞好長遠嘅，就攞200年前嚟相比。當時中國係清朝時期，嗰陣時儒釋道三教都非常興盛。儒釋道三家嘅教育都係聖賢教育，教我哋倫理道德因果因為
教育興旺啊，所以社會就安定。人都教好晒啦，皇帝就坐享太平啦。結果清朝到咗末年，慈禧太后當政嘅時候，慈禧上咗台之後咧，就唔重視儒釋道嘅教育。佢好傲慢，目中無人啊，甚至將聖賢都不放在眼內。你睇下佢自己稱呼自己叫老佛爺。老佛爺啊，比佛仲高。佢之前嘅歷代帝王唔敢咁做噶。你睇下歷代帝王都係皈依三寶。清朝嘅皇帝順治皇帝第一個出家嘅。康熙呢個雍正、乾隆呢啲皇帝都係虔誠嘅佛弟子。佢哋自稱為弟子，佢哋封佛門嘅高僧大德為國師，帶動全國人民嚟學佛法啦。所以佛法興盛，國運就興旺。所以清朝康熙、雍正、乾隆呢三位皇帝嗰時嘅時代係盛世。國力、文化、經濟都係全世界第一。慈禧上咗台之後，呢啲聖賢教育就一落千丈。因為呢個領導人佢唔重視佛法，唔重視聖賢教育，上行下效下邊啲人都唔尊重佛教。佛教到咗低谷。所以一個國家嘅領導人決定住國家嘅命運。佢能夠尊重佛法，尊重聖賢教育，呢個國家就有福。家長疏約。吉藏大師佢講到，他土中多有聖賢，又復善報強盛，作善為義此土無此二緣。家長疏裏邊嘅文字講到，他土中就他方諸佛國土裏邊多有聖緣，有殊勝嘅緣分。咩緣分呢？行善嘅緣分好好。有善報強盛，善報嘅力量強，緣殊勝。所以行善就非常容易。我哋呢個國土咧，我哋呢個地球特別係依家呢個時代，呢兩種緣都冇。善報嘅緣冇咗，做善嘅緣都冇。為善係非常之困難嘅事情。所謂好事多磨，你想做好事做利益眾生嘅事情，往往係困難重重。好多人咧喺度障礙你、毀謗你、批評你，甚至係傷害你。所以做好事好艱難你想做壞事就好容易啦。真係你想唔做都唔俾你唔做。咁我哋問點解依家社會搞成咁
原因就係失去咗聖言教育，所以人們嘅價值觀念完全顛倒晒。好似太上感應篇講嘅，以惡為能善惡都顛倒晒。你做個好人，做個善人，做善事，人哋睇你另類打壓你所以喺呢個時代，你要行菩薩道要受盡委屈特別係咩咧？弘法利生師父上人常常提醒我哋發呢個願弘法利生你就要以苦為師吃盡人間嘅苦痛，都唔可以退心所以呢個係我哋呢個世界特別嘅地方，五濁惡世最為劇苦下邊一段經文第3段係令捨惡得福我哋睇經文，我今於此作佛，教化群生，令捨五惡，去五痛，離五消，降化其意，令持五善，獲其福德。佛呢度為我哋講出嚟佢嚟到呢個世間嚟作佛，為咗咩目的咧？教化群生群生係一切嘅眾生，包括九法界所以佛佢係一個教育家佛教唔係宗教，係教育教育第一個層次就係斷惡修善。呢度講嘅令捨五惡，去五痛，離五消，去惡因自然就去除咗惡果種善因就得善果呢個係佛教化嘅第一步第二步咧就提升我哋破迷開悟，認識宇宙人生真相第三步咧轉凡成聖，幫助我哋成佛成菩薩，降化其意令持五善呢個意思家長疏裏邊有講，降化其意者，希心入道，令持五善故信教修行呢個降化其意，呢個意係咩咧？自己嘅惡意自私自利，貪嗔癡慢，呢啲唔好嘅意念，首先第一要降服佢唔好俾佢起作用。第二個要化解佢，化除，根除佢希心入道，呢個希字係願嘅意思發願入道發願成道成咩道成佛道淨土係講俾我哋聽係點樣成佛道嘅呢個法門，可以一生成佛下邊又講到令持五善五善就係五戒不殺生，不偷盜，不淫欲，不
不妄語，不飲酒，呢個就五善。呢個五善啊，能夠守得好，來世就會得人身。所以我哋呢一生得到人身啊，係過去生中受五戒。咁佛講因果，講俾我哋聽。我哋投胎去邊一度，有兩種業，一種係隱業，一種係滿業。譬如講嚟到我哋呢個人間投胎，呢個善道善道第一個業係引業，就係引導你嚟人間投胎嘅呢個業。咁呢種業都係五戒五善。如果你五戒修得唔好，你就唔會得到人身。咁你投胎到人道，你嘅貧富貴賤各種嘅福報都係由你嘅滿業嚟決定嘅。呢個滿業滿係圓滿嘅意思。滿業係乜嘢咧？你過去生中受布施積功累德，所以導致你今生得到呢啲福報。如果係修得好嘅，你就福報大。譬如講你受布施布施財，呢一生有財富。過去布施法你今生得到嘅係聰明智慧。你過去布施無畏，今生得到健康長壽。如是因得如是果。所以見到人有福報，我哋無需要去羨慕。我哋知道係佢過去生中修得好，我哋希望將來好咧，依家好好修就能夠改造命運。了凡四訓裏邊同我哋就講得好清楚。明朝嘅袁了凡先生年青嘅時候遇到一位算命嘅高手孔先生，為佢算出呢個一生嘅功名富貴吉凶禍福，好準確。了凡先生嘅命中冇咩財，冇咩富貴，亦都冇功名。佢只能考到個秀才。舉人進士得唔到。舉人進士先叫做功名。好似依家我哋講個學位。我哋依家一般講話學士學位、碩士學位、博士學位。學士就好似係秀才非常之多。古時候唔叫做功名。功名係舉人，舉人相當於碩士，進士相當於博士。咁了凡先生唔單止一生冇功名佢命中冇兒女，而且53歲就要死，短命。咁佢20年來確確實實佢所遭遇嘅完全係孔先生命同佢算準嘅呢個命嘅呢個運程，一啲都冇改變。所以佢都死咗心啦。有一次去到南京棲霞山，同圓谷大師
對坐3日3夜。圓谷禪師係開悟嘅大德。見到佢功夫唔錯3日3夜竟然不打一個妄念，就問佢你用咩功夫？了凡先生話：我又冇咩功夫只不過我個命俾孔先生算定咗所以想打妄想都冇得打啦，冇用咯。圓谷大師聽咗之後就哈哈大笑。佢話：我以為你係一個豪傑原來你就係一個凡夫。了凡先生就問啦：咁呢句話你點講㗎？咩原因你咁講咧？圓谷大師就講你20年內嘅命俾人算定咗，都不能夠改一改，咁仲唔係凡夫咩？乜命運都可以改㗎？可以改。咁點改斷惡修善就喺呢度講嘅，令捨五惡，持五善，你就能夠改造命運。了凡先生好難得，佢能夠信教修行佢能夠老實聽話真幹從嗰陣時開始，每日攞功過格嚟對照每日如果作惡嘅記落嚟，行善嘅亦都記落嚟相互抵消靜落嚟嘅先係佢真正嘅善。佢每日咁做首先發願做3000個善事希望咧求取舉人獲功名結果發咗願之後，第2年就考咗舉人咁佢要將呢個願圓滿3000件善事10年先完成然後咧佢又發第2個願，希望能夠有兒子有後代又發願做3000件善事呢一次咧4年都唔到就圓滿啦佢果然生咗2個仔。第3次佢又發願要考進士，發願行10000條善事後尾又考取咗進士，做咗個官寶坻院嘅知縣我哋而家講院長縣委書記呢一種人佢功名官職都得到咗，兒女亦得到咗。佢雖然冇求壽命，但係佢多活咗20年。本來53歲要走嘅，佢活到73歲。命運徹底改咗過嚟所以只要佢能夠真正信教修行就能夠改運圓谷禪師講俾佢聽嘅，命由我造福由自作自求咁了凡先生雖然學佛，但係佢仲未離開儒所以佢仲係世間法呢個世間法亦都好重要作為德行嘅根基，大乘法門嘅根基。所以印光大師當年非常提倡3本書，一本就了凡四訓，第2本係太上感應篇匯編，
第三本係安氏全書。呢三部書都唔係佛經啊，但係佢係教導人啊斷惡修善、因果教育啊。佛喺佛藏經裏邊講到，不先學小乘，後學大乘者，非佛弟子。啊！如果你唔係先喺小乘嘅嗰度打基礎，你一下跳到大乘，呢個你冇成就嘅，你唔係真正佛弟子。啊！大乘係菩薩啦，必須係建立喺小乘嘅基礎上。啊！咁小乘喺中國冇興盛起身。點解咧？就係因為儒同埋道代替咗小乘。啊，儒同道就係教我哋如何做好人。所以中國就用儒同道嚟培養佛門嘅大德，成就咗好多祖師大德啊！咁小乘咧喺呢個世間法基礎上，仲要出世間啊，破我執。金剛經裏面講啊，冇我相，冇人相，冇眾生相，冇壽者相，你破四相，咁係小乘嘅成就。啊！破四相嘅人係咩人呢？小乘初果須陀洹就做得到啦。啊！呢個係小乘入咗門啦。啊！大乘咧唔單止破四相啊，仲要破四見，冇我見，冇人見，冇眾生見，冇壽者見。啊！即係連呢個念頭都冇。啊！我哋世間人睇佢，完全係冇自私自利，冇名聞利養，冇貪嗔癡慢，啊！全心全意為度苦難眾生，為正法久住。啊！佢能夠犧牲奉獻，啊！但係佢自己咧犧牲奉獻嘅呢個念頭都冇，心地清淨啊！啊！所以大乘一定要建立喺小乘基礎上，小乘教我哋徹底放下。啊！大乘咧係放下之後啊，仲要全面提起。啊！放得下，仲要提得起。提起係咩啊？普度眾生，正法久住。啊！代眾生苦。呢個大菩提心啊，佢唔捨棄眾生啊。小乘係佢放下啦，眾生佢都唔度啦。啊，佢冇提起，就係呢個區別。啊，所以如果大乘離開咗小乘，就唔係真正佛法。所以我哋全心全意幫助眾生啊，但係心地清淨啊，連幫助眾生嘅念頭都冇啊！就係呢度講嘅降化其意啊，最起碼要做到咩咧？降服自私自利嘅意，降服貪嗔癡慢嘅意啊，棄心入道。啊！你就能夠入呢個道，呢個道係咩？開悟，破迷開悟。啊！入道之後，令持五善，呢個係講自行化他。啊！未入道之前，偏重於自行。
自己度自己。入道之後咧，偏重於化他，就係將佛陀嘅教誨表演出嚟，做俾人睇，使到人哋相信。如果你自己唔做到，你係咁樣講，人哋唔相信，人哋唔會信教修行。好似我哋聽師父講經，常常提到修普賢行禮敬諸佛。點樣禮敬啊？唔知道點樣落實。師父話對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都要禮敬。咁有一次我去到師父寮房，睇到師父嘅洗手間非常之乾淨。嗰個水龍頭嗰個水池旁邊連一滴水都冇。佢嘅沖涼嗰個地方有個玻璃罩，玻璃罩上亦都冇水。師父睇見我睇到呢啲現象就揸住呢個機會教我。佢話洗完手將旁邊嘅布隨手攞起身抹一抹呢個池嘅旁邊，抹一抹水龍頭，將呢啲水抹乾淨。水龍頭唔容易生鏽，可以維持嘅比較耐。起碼壽命多延長10年。沖完涼又係將個乾布，將嗰個水龍頭水管呢個玻璃罩都抹一抹，愛護呢啲物質呢個就禮敬佢哋師父話用唔到幾多時間最多多用1-2分鐘但係呢啲嘢可以保存耐好多。師父用呢啲洗手間嘅呢啲水池、呢啲水龍頭10年，睇見都係好似新一樣。我突然間明白呢個就叫做禮敬諸佛啦。師父眼中連睇呢啲水池、水龍頭呢個瓷磚嘅牆壁都係佛對佢哋愛惜，對佢哋尊重、禮敬為我哋做咗好樣子出嚟所以我哋點解聽師父講經百聽不厭？佢老人家做出嚟啦，做出嚟嘅，講出嚟嘅，人哋先信服，人哋先能夠信教修行。如果只能夠識講唔識做，人哋唔會信服嘅。人哋更加唔會依教奉行。所以弟子規、感應篇、十善業道呢3個根一定要做到。下邊黃念祖老居士注解裏邊有講到，正影與加長呢2個注解，均為5善即5戒。福德乃善行及所得之福利，加長疏約，或其福德者，舉遠近異果，成其行也。所以祖師大德喺呢個經文嘅注解裏邊一致認同5善就係講5戒。呢2位中國嘅祖師大德，所以令持5善就係持5戒，將5戒10善嘅樣子做出嚟。福德咧係
你行善所得到嘅果報，得到嘅利益。家祥疏講嘅獲其福德，即係獲善報。舉出咧遠近二果，呢個果報有遠嘅果報，有近嘅果報。為咗咧，使到我哋能夠去依教奉行。一般人睇到果報先能夠依教奉行。所以因果教育好喺呢度。大家都希望得到福報，咁你一定要力行善事。所以佛將果報講出嚟等於激勵我哋去行善積德。咁呢個五戒：不殺生、不偷盜、不邪淫、不妄語、不飲酒。正影疏裏面講咧，近果者舉出近嘅果報，如正影疏曰：又持五戒於現在身，現在世身安無苦。譬如講不殺生。你能夠不傷害眾生，咁你嘅心地仁慈善良，你心安理得。你唔同眾生結怨仇，你就唔害怕、唔恐懼眾生嚟傷害你。所以呢個你就心安啦。心都安啦，心都定啦。你能夠尊重一切眾生，愛護一切眾生，佢哋都愛護你，尊重你。咁我哋如果係過去未學佛之前，殺害咗好多眾生，依家我哋就懺悔，改過自新，後不再做。唔單止以後唔再殺害眾生啦，而且要加以保護、善待一切眾生，你就心安理得啦。過去我哋對眾生確實尊重唔夠。即使學咗佛之後，仲係唔夠尊重。譬如講。以前咧，當我哋睇到螞蟻無意爬到我哋嘅手臂上面，我哋會點樣同佢做個三皈依：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皈完之後咧，一口氣把佢吹到落去。呢個就唔夠尊重啦。儒家話：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你唔想人哋點樣對你，你就唔可以咁樣對人哋。咁假如你係嗰隻螞蟻，人哋一口氣將你吹落地，你咩感覺？唔可以。所以應該點樣咧？而家我哋將個手臂放喺地下，同佢溝通螞蟻菩薩，你慢慢落嚟啦。好想行要佢自自在在落嚟俾佢自由，咁就尊重佢。你能夠咁樣尊重眾生，你呢個磁場係慈悲嘅磁場眾生見到你就唔害怕。咁呢種慈悲嘅磁場當然第一個得益嘅係你自己，你身體就冇病冇痛，身安無苦。凡係殺生造業嘅人，好嗰啲罪業好多身體都有好多嘅疾病。中年以後啲疾病就發現出嚟啦。又譬如講不偷盜，
不偷盜，不能有佔一切眾生便宜嘅念頭。有佔便宜嘅心啊，就叫做盜心啊。雖然咧冇盜嘅行為，但係有盜心啊，都要將佢斷咗去。於一切嘅財物都唔可以有貪心。不義之財啊，不能夠取用。又好似不邪淫。淫為萬惡之首啊！邪淫嘅果報非常慘烈。我哋睇到彭恩博士講嘅呢啲演講，佢係個中醫，講呢啲邪淫嘅人嘅果報，青年、中年身體就完全被摧毀啦。身不安呢個業好重，將來都係地獄。不妄語，我哋唔妄語，人哋先能夠信任我哋。不飲酒，因為酒後容易做好多罪業，自己控制唔到自己。所以飲酒嘅人迷惑顛倒。佛制定呢個戒戒除我哋嘅呢一種緣，使到我哋能夠遠離眾惡。所以近嘅果報就係依家就可以得到嘅。願於現在世身安無苦。我哋唔單止身安心亦都係快樂。心悅神怡同別人唔一樣。別人咧可能係心浮氣躁，充滿焦慮。我哋咧好安詳。呢個係近嘅果報。咁遠果者，呢個係講未來嘅果報。得生極樂定證涅槃。呢個係可以往生極樂世界。我哋修淨宗同修睇到呢度非常之歡喜我哋嘅目標就係求生極樂世界。咁點樣先得生極樂咧？必須係要自己斷惡修善。你諗下，你想往生，但係唔肯斷惡修善，你能唔能夠往生？極樂世界係諸上善人聚會一處，你唔肯斷惡修善，阿彌陀佛想接你人啲菩薩都唔肯俾你嚟怕你污染極樂世界。所以真正想去極樂世界，百輪迴業要斷除。貪嗔癡慢疑呢個五毒連根拔掉。定證涅槃，一去到極樂世界就能夠證得涅槃。涅槃係咩咧？回歸之性啦。呢個涅槃唔係小乘人所講嘅偏真涅槃係大乘圓滿嘅大涅槃。往生極樂世界就一生不退成佛。呢種福德真係太不可思議啦！所以淨影疏講話後生彌陀終得涅槃，能夠往生到阿彌陀佛嘅極樂世界，能夠得到大涅槃，圓滿成佛。所以黃念祖老居士嘅一個總結講：現世安樂身後往生，故云獲其福德。
所以你能夠捨離五惡，求生淨土，你呢一世就得到安樂。呢種安樂唔一定係富貴，富貴嘅人未必係安樂。好多富貴嘅人，你睇下佢身心憔悴，佢唔安樂啊！即使係做到帝王，依家話做到總統嘅人，每日都愁眉苦臉壓力好大，千億嘅財富都不能夠帶嚟快樂。點解咧？因為快樂唔係從外界得到，外界所得到嘅只係刺激，係你嘅五欲六塵享受嘅刺激。真正嘅快樂係內心嘅安清靜自在，冇憂慮，冇煩惱，冇牽掛。即使係清茶淡飯，過住貧窮嘅日子都快樂。自己一心修道，求願往生阿彌陀佛極樂世界。你安住三昧你知道將來你必定往生極樂世界。能夠圓滿無上菩提，世間再冇任何嘅事情比呢個事情快樂。所以我哋知道咗呢個事實，就要勇猛精進嚟斷惡修善。唔單止呢一生安樂，將來無量劫嘅安樂去到極樂世界叫極樂。你永出苦海生死輪迴就永遠告別啦。你話幾好咧？所以呢個福德最大，所以念佛嘅人最有福嘅人，持戒嘅人最有福嘅人，福德無量無邊咁呢一段嘅經文係總說呢個斷五惡修善成就大德。下邊嘅經文係講別釋啦，分別解釋，就係將呢個五惡一件一件同我哋詳細咁說明。五惡係因呢個殺盜淫妄酒呢啲因係點樣嘅？果係點樣嘅？報係點樣嘅？經文為我哋講得好清楚咁咧，今日嘅時間到啦，我哋就先講到呢度下一次我哋就係繼續嚟學習。又講得唔妥當嘅地方，請各位大德多多批評指正，多謝大家。阿彌陀佛。